有線電視新聞一台。咁通常喺廟宇咧求到支下籤嘅咧，就係勸喻世人一定要反省自己，就要要甘於平淡，暫時隱退。這是最好的時候，這是最壞的時候。歡迎收睇《環看2003香港》。咁隨住我哋做咗記者咁多年啦。2003年嘅新聞大事可以話特別多。咁喺3月開始就有沙士，咁一場疫症奪走咗近300條嘅人命。咁到咗年中啦，國安條例草案嘅風波就更加引嚟50萬人上街遊行添。咁喺高官問責制之下，到底高官係咪真係問責呢？好多市民都有疑問。咁喺大遊行之後，雖然中央頻頻送大禮，經濟有翻啲起色，咁但係市民似乎都唔係太領情。咁到咗11月嘅區議會選舉當中，市民就再一次用佢哋嘅選票表達對政府連番失誤嘅不滿。咁而家我哋就先由年初一場瘟疫講起。廣州中山醫院退休教授劉劍倫2月21日由廣州嚟到香港，入住京華酒店911號房。第二日佢發燒入咗廣華醫院，醫院即時將佢隔離同轉送去深切治療部。劉劍倫喺3月4日不治，不過佢帶嚟嘅病毒就由京華酒店9樓傳染咗俾同樓嘅住客，再將病毒傳播開去，掀起全球一場疫症風暴。一個到過京華9樓嘅26歲男人受到感染，3月4日入咗沙田威爾斯醫院嘅8A 病房，無聲無息咁樣將病毒散播。3月10日，大批醫護人員受到感染，院方察覺事態嚴重。當晚醫院喺2樓走廊會診，叫所有懷疑被感染嘅醫護人員翻嚟接受檢查。咁有一個好難忘嘅圖畫咧，喺我嘅腦海裏邊咧，就係有一條走廊嘅嗰度，咁咧就有一排凳喺度嘅。咁我哋就話邊個睇完之後唔需要入院嘅就坐喺呢邊，需要入院嘅坐喺嗰邊。結果咧就其實差唔多所有嘅人都坐晒喺要入院嗰邊。檢查完畢已經係凌晨2點幾，總共有23人要即時入院。突然爆發嚴重疫症，威爾斯嘅醫生都問點解事前政府部門一啲警告都冇。威院爆發疫潮之前差唔多2個月，廣東省衛生廳喺1月23日已經向中央同省裏邊嘅醫療單位發放咗呢份2號文件。文件包括河源同埋中山市嘅非典型肺炎病人調查報告。文件仲警告話呢個病有一定傳染性，可能透過空氣、飛沫經呼吸道傳染，仲提出具體嘅預防同埋治療原則。不過廣東省衛生廳就冇將呢份2號文件通報俾其他省份同埋香港。香港嘅醫院對文件一無所知，醫管局仲強調情況並唔嚴重。其實而家唔係話即係好多人病，而係話譬如啲同事，如果佢係有發燒有感冒，其實我哋都想盡量勸佢，不如唔好返工。前線醫生就憂心忡忡。當我見到我40%嘅同事咧喺2日之內都病晒嘅，我嘅個人判斷，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爆發。香港仍然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唔好等世界上啲人咧以為香港係有個非典型爆發啦，呢個對香港係不利。喺多番警告政府無效之後，3月17號，中大醫學院院長鍾尚志向傳媒話，擔心社區蔓延。但係我哋會擔心嘅嘢就係話，雖然喺醫院裏邊自從戴咗口罩之後咧就控制咗，但係就唔知道會唔會有第2波或者係喺社區裏邊其他嘅病人入嚟。
3月20號，醫管局高層同埋威院醫生開會之後，終於認識到事態嚴重。行政總裁何兆煒當晚就通知衛生署，話疫情已經喺社區蔓延。而家呢個情況好特別，不過政府仍然堅持社區係冇跡象蔓延。我哋係有咁多資料。阿小姐，我講咗100次啦。佢唔係第一次講社區有菌，我哋出嘅同埋我一樣今日都係講講社區係冇蔓延，好似我哋嗰個跡象好似喺醫院度嗰層面啊嘛。就喺政府官員再三強調疫症冇喺社區蔓延，而學校唔需要停課嘅同時，其實病毒已經迅速擴散。到3月26號，淘大花園5個家庭一共有15人啦，懷疑受到感染㗎。到1日之後，證實受感染嘅人增加到22個添。而香港人最驚嘅噩夢沙士就喺香港全面爆發。由2月27日開始，全港每日有成幾十個新增個案，咁當中大部分都嚟自淘大花園。咁政府先至宣布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要學校停課。到3月31日，全港受感染嘅人數已經累積到610人。當日新增嘅感染個案仲達到最高峰，有80人受到感染，當中有64個，即係80%都係嚟自淘大花園。31號朝6點，政府史無前例咁樣下令淘大醫座居民要家居隔離10日。咁我而家唔翻得上去，我冇人去喎。而家我呢個係呢個封閉令係咁嘅安排。就啱啱6點出門口，就翻到公司先同事話俾我聽話，呢個大廈封咗，我先知道。其後發覺病毒擴散可能同淘大花園嘅環境有關。4月1號，再將醫座居民搬去度假村隔離。跟住政府規定，同患者有密切接觸嘅人士要進行家居隔離，亦喺出入境口岸實施檢疫措施。4月17日，政府公布淘大花園爆發沙士嘅調查報告，指出淘大醫座嘅污水渠同埋煙通效應係導致咁多人受感染嘅原因。我哋一開頭工作係比較被動嘅，但係有咗經驗之後，我哋係做得好主動嘅，喺度做緊呢方面嘅工作。5月初，香港嘅疫情逐漸穩定落嚟，每日新增嘅感染個案跌到去單位數字，到咗5月24日，仲首次錄得0感染。1、2、3，香港歡迎你。6月23日，世衛將香港從疫區名單裏面除名，咁仲稱讚香港處理疫情表現好。不過，香港係僅次於北京第2個最多人受到感染嘅城市，累積感染個案達到1755個，當中有386名係醫療機構嘅人員。疫症奪去咗299條人命。雖然民間要求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但係特首董建華就堅持由佢委任嘅專家委員會檢討事件。最初佢仲委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做委員會主席，咁市民紛紛指責咁樣係自己查自己。7一遊行之後，董建華至改為由佢自己領導小組。10月，政府嘅沙士專家委員會調查報告完成，咁指出喺疫症初期喺體制方面確實出現明顯嘅缺失，咁但係就冇人要因為疏忽職守、未盡全力或者行政失當而要受到譴責。報告被批評為一份紳士淑女式嘅溫和報告，冇充分追究政府各個部門早期處理沙士嘅手法。之後，楊永強就連番道歉。對於嗰啲失去親人嘅家庭同受影響嘅人士，我再次致以深切嘅慰問。我為疫症爆發初期，醫護制度未能全面應付疫情，我喺溝通方面，我可能令市民有所誤解，衷心向市民、死者家人、受感染嘅人、醫護人員道歉。咁你有冇提出請辭？其實
我冇提出。你完全即係口頭、書面任何嘅方式都冇向阿董生提出，係你諗啫，係嘛？我冇提出。假如呢班人得到咁多沉痛嘅經驗，而家辭職唔做，佢哋嘅經驗係咪完全消失晒呢？呢個係咪對香港好事呢？10月16日，醫管局發表另一份沙士調查報告，指決策官員缺乏清晰嘅領導，權責不清，溝通不足，又指衛生署追蹤源頭病人嘅工作不力。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同埋衛生署都唔認同報告嘅講法。立法會就決定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故。港大微生物學系副教授何柏良作供時話，早喺2月去到廣華醫院為沙士源頭病人劉劍倫會診之後，知道事態嚴重，立刻透過上司袁國勇轉告衛生署，但係衛生署並冇跟進。醫管局同埋衛生署咧都係一啲好高在上嘅架構，咁你要推動佢哋咧就相當之困難。咁而當其時咧就對呢啲架構咧，就正如我喺前一日嘅城市論壇咧就有提到，我係相當之不滿佢哋喺處理一啲爆發性嘅傳染病咧嗰個透明度。有299個人因此而係即係喪生咗性命。整個經濟，政府要用100億去救市。如果呢件事我哋唔喺今日作出決定呢，我哋對唔住香港市民。一場疫症令到8名醫護人員殉職，佢哋嘅無私奉獻精神獲得香港人嘅最高崇敬。國安條例被認為係回歸以嚟最重要嘅立法啦。3月6號開始由立法會嘅草案委員會正式審議，但係冇幾耐，全港就陷入沙士嘅驚濤駭浪之中，唔係好多人再有心情去研究草案嘅細節。到咗5月尾，世界衛生組織撤銷香港嘅旅遊警告，疫症嘅威脅稍微緩和，但係香港嘅市民喘定咗之後，先發覺原來仲有個幾月時間去研究複雜嘅條文內容。由於條文有好多地方咧，被認為係危害到香港人一向都好重視嘅人權同自由，加上政府嘅推銷手法，終於引發50萬人喺7月1號上街，用腳投下佢哋嘅反對票。香港人今日有冇骨氣？有！1、2、3，加油！加油！加油！保衛人權自由，反對23條立法。遊行隊伍由日頭行到夜晚，反對政府喺7月9號恢復國安條例二讀。1月政府推出23條立法諮詢文件意見書彙編，話有60%意見支持立法。唔少人就批評政府處理意見書嘅時候太過草率同簡化。呢一個民意收集嘅工作，其實已經完成咗佢歷史嘅使命㗎啦。呢啲已經係過去嘅，的而且確啊。按照翻國安條例草案委員會喺3月6號正式開始審議工作。雖然政府係推出意見彙編嘅同時，亦就藍紙草案作出16項修訂，但係就被法律界批評修訂根本冇解決到草案中嘅爭議。頭先我問，譬如禁制組織嗰方面啦，譬如煽動叛亂嗰一方面啦，處理煽動性刊物嗰一方面啦。同埋咧，即係警權嗰度啦，即係冇搜查令嗰度啦，同埋咧就係公眾利益嘅辯解啦。即係其實由頭到尾嗰啲主要嗰啲憂慮咧，即係藍紙草案係冇喺呢方面修改咯。
國安條例草案當中禁制組織嘅條文最受爭議，唔少宗教團體亦提出憂慮。被取締嘅組織呢，係唔可以出席聆訊，佢哋嘅代表、法律代表唔可以出席聆訊，甚至佢哋因為犯咗啲咩事被取締嘅原因，都可能係唔清楚，即係話呢，即係死咗呢，可能都唔知點死嘅。根據草案內容，被取締嘅組織可以上訴，但係上訴可以喺上訴人同代表律師缺席下進行，然後由政府委派經過篩選嘅律師代表出庭。咁我係好想知道你講嗰個咩適當篩選係講緊咩準則喎？你話嗰啲適當篩選嗰啲字眼，你有冇通知過兩個律師會啊？有冇通知過大學關於法律系嗰啲人啊？有冇話過俾佢聽啊？如果冇講，我哋點叫諮詢啫？呢啲？主席，我嚴重抗議，我覺得好離譜。政府唔可以咁樣做嘢，你仲要話俾人聽呢個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局長，主席，我希望阿余議員首先要冷靜啲，唔好咁激動先，係嘛？你太離譜啊！因為我火遮眼咧就睇唔到事實嘅。因應法律界提出質疑，政府喺6月3號修訂上訴機制，由原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制定上訴規則，改由保安局局長制定。但係呢一個修訂亦惹嚟23條關注組批評。保安局長呢，就係去命令取締一個香港組織嘅人嚟㗎嘛，由呢個取締作決定嘅人嚟到去同時訂立上訴時候嘅遊戲規則，我諗呢個唔需要受過法律訓練嘅人都覺得係有唔對勁嘅地方。政府審議過程中嘅做法亦引起部分議員不滿。政府喺6月3號向委員會提出12項修訂，事隔4日再提修訂，仲喺臨開會前一次過提交20幾份文件。好離譜嘅。我嘅能力應付唔到，我呢就會俾心機呢，就按次序呢執翻好啲文件，然後翻屋企自己俾心機睇。下個禮拜2再見。咁我希望主席你呢就組織嘅工作呢，等到我哋可以喺6月17號呢完成逐條嘅審議嚇。6月14號，2個律師公會聯同香港大學、城市大學嘅法律系召開國安條例研討會。喺同一日，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亦召開會議。喺民主派議員缺席下，委員會用咗7個幾鐘頭完成條文嘅逐條審議工作，並且罕有咁決議，日後唔再就逐條條文討論。17號，委員會再開會，民主派議員向主席葉國謙提出多項質詢。適應嘅上訴規則係邊一套呢？咁法律顧問就好有心機做咗一個文件啦。咁我見到裏邊其實係都有幾多法律問題喺度嘅。咁我覺得法律顧問應該係解俾大家聽下，同埋呢即係都應該有個答案，就係或者係至少有個討論，就係話咁究竟如果真係有呢個事情出現嘅時候，咁係邊一套規則適用呢？阿余議員，因為咧喺我哋上一次嘅討論咧，即係法律顧問已經提咗出嚟，問過我哋在座嘅議員，到底喺呢方面有冇跟進？咁個答案係咩？大家係冇跟進到嘅。咁個答案係咩咧？主席，即係冇答案嘅。佢睇到嘅問題重複咗多次，我哋都努力答。我相信可能我哋都冇法子令佢滿意嘅。不過主席，我想提醒你咧，正如我講過好多次啦。政府咧係打算7月9號咧就係恢復二讀同埋三讀嘅，咁呢個程序問題希望你都處理下。喺呢方面咧，就可唔可以喺度出到大家同意，就喺20號咧向內會提交。如果修訂都未傾，你就夾硬嚟，不過好明顯啦。主席，你都係局長撳掣你就去㗎啦。主席，我作出一個動議係對你不信任啊！我和議。結果不信任動議被否決，但係委員會就通過如期將報告提交內務委員會，為7月9號恢復二讀做最後準備。6月26號，法案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4個月內，議員用咗超過100個鐘頭完成國安條例審議工作。立法會內外反對聲音不絕，但係政府堅持7月9號嘅死線唔會改。董生，你要我哋幾多人上街，你先至會聽呢？
黑五醫嘅。其實你話一個過分政治化嘅遊行對香港好唔好呢？係唔好。6月29號，總理溫家寶訪港，3日行程中，佢去過淘大花園探望沙士死者家屬，又為香港人帶嚟一份口禮，落實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7月1號臨走前，佢仲勉勵香港人：香港的未來，歸根到底要靠香港人自己去創造。現在最需要的是理解、信任和團結，是信心、勇氣和行動。不過溫家寶嘅濃情厚意難掩香港人不滿情緒。佢中午一走，幾個鐘頭後就有50萬市民用腳步表達對特區政府嘅種種不滿。早生50萬遊行啊，感覺點樣啊？早晨。早生有人話要包圍立法會啦，你點睇啊？早晨。大遊行之後1連幾日，董建華都冇回應市民訴求，佢嘅民望亦跌至歷史新低，得35分。我哋喺基本法第23 7月4日，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喺北京見完港澳辦主任廖輝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劉延東返港之後，召開記者會，表示會要求政府將草案押後到12月2讀。呢啲咁嘅情況啊，咁跟住要做啲咩？董建華隨即喺第2日召開記者會，宣布國安條例3項重大修訂，但係就堅持7月9號恢復二讀。我覺得係應該使到社會係釋咗呢個疑慮嘅。我哋將按照計劃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同埋3讀。7月6號，手執立法會8票嘅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作為行政會議，我係有呢個義務啊，要支持政府嘅。如果政府決定係唔肯押後，而自由黨係夠強烈嘅意見，而我自己又有，咁我覺得即係兩全其美嘅方法只有一樣嘅啫，就係即係我只有係向行政長官請辭。7月6號晚，田北俊請辭之後，董建華隨即召開特別行政會議，會後宣布押後國安條例二讀。7月9號，5萬人出席立法會外集會，集會由反對立法迅速轉化為要求07年普選行政長官，08年普選立法會。7月13號，2萬人出席遮打道民主集會，2次嘅集會，台下市民嘅矛頭直指董建華同葉劉淑儀，要求佢哋下台之聲不絕於耳。7月16號晚，政府宣布接受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請辭，幾個鐘頭之後再公布接受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辭職。我永遠都係咁關心香港嘅，即係國家同埋香港各界市民對我嘅愛呢，我係牢牢唔會忘記嘅。睇咗手機啦。家聲去到香港，幾時翻嚟啊？你會幾耐翻嚟啊？你幾時翻嚟啊？你會幾時翻嚟？幾時翻嚟香港？各位保安司司長咧會答大家問題。8月4號，前入境處處長李少光接任保安局局長一職。9月5號，董建華宣布撤回國安條例草案。為咗使到社會大眾有足夠嘅時間了解同埋思考，
我哋決定撤回條例草案，同時我哋會喺保安局成立一個內部嘅專責小組，重新檢討有關立法嘅工作。23條立法風波似乎暫告一段落，但係特區政府嘅管治威信亦付上沉重代價。7·1之後嘅北京比往常熱鬧。陳主任都同我哋打打氣，中央支持得我哋嘅時間呢，咁我哋自己香港人都要自己本身要奮鬥下。我哋都希望有好多定心嘅。他們在香港是屬於夾心階層吧？這個階層在過去的6年當中所受到的壓力負擔，恐怕是最重的。面對強大嘅民意壓力，特首董建華喺7月中訪京述職。我依然相信，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一定能夠帶領香港人民克服當前的困難。中央亦隨即展開一系列嘅挺港措施。繼6月底京港制定緊密經貿安排之後，9月雙方又就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簽署6項附件。04年開始，270多項產品可以零關稅進入內地市場，估計港商每年會慳返7.5億元關稅。另外，18個服務行業，包括電信、廣告，只要喺香港經營咗3至5年，就可以比世貿其他成員更早進入內地市場。內地又放寬個人嚟港旅遊限制，由7月28日開始，部分地區內地居民唔需要參加旅行團，用個人身份就可以申請嚟香港。以前去係跟旅遊團啦，你係要翻單位寫證明啦，又要限定你時間啦，即係費用又貴啦，咁你而家全部都即係輕鬆晒啦。簽證有效期3個月，期間居民可以嚟香港2次，每次唔可以超過7日。初期只有廣東省4個城市中山、佛山、東莞同埋江門嘅居民可以申請。04年1月開始，自由行會分階段擴展至全廣東省。北京同埋上海嘅居民由2003年9月1號開始，亦可以申請自由行。香港人呢，態度也比較好，也比較細心，產品也比較好。多謝劉生，我哋買嘢最怕就隔山買牛喎，你真係唔驚佢？嗰啲就100幾200萬都唔係話怕唔怕咯，呢啲嘢。政府話由7月28日開放自由行，到12月23日，超過127萬人申請，115萬人獲得批准，近60萬人已經嚟過香港玩。個人遊實施咗之後呢，就係旅遊嗰個市道係相當之暢旺啦，前景亦都係比較明朗啦。咁就可以睇到近期呢，亦都有一啲嘅同旅遊有關嘅公司啦嚇，無論呢個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呢，亦都係招聘人手嘅，即係喺旅遊啊、航空啊各方面呢，零售啊等等呢，你睇到啲數字呢，亦都事實上呢係有回升嘅。中央又批准香港辦理個人人民幣業務，方便內地人嚟香港旅遊同埋做生意。咁業務範圍就包括存款、兌換、匯款同埋用信用卡喺香港消費。8月，粵港雙方又達成更緊密合作協議，確立兩地前店後廠嘅經濟定位，避免惡性競爭。充分利用廣東省實力雄厚嘅現代製造業嘅優勢，一方面充分發揮香港金融、貿易、航運、物流同埋高
增值服務業嘅優勢。雙方仲同意由港方做召集人，正式就港珠澳大橋進行前期嘅研究工作，包括大橋嘅概念設計同埋環境評估報告。香港段初步計劃以沙螺灣作為落腳點，粵港雙方就跨海基建商討超過10年，咁到咗黃華華同埋董建華會面之後，先至正式落實。有分析相信呢個亦係7·1之後中央挺董挺港嘅措施。起飛！起飛！70東90東弄翻東3秒497毫秒。咁除咗喺經濟層面支持香港之外，中央又善用機會培養香港人嘅愛國熱情。好，等會兒，坐他，一會兒腦袋先出來。等會兒，先坐，先不要出來，先不要。中國第一個航天員楊利偉完成太空任務之後，第一個外訪嘅城市就係香港。佢所到之處都極受市民歡迎，咁行程仲包括去愛國色彩較濃嘅培僑中學，咁由校監，咁即係當時仲係民建聯主席嘅曾鈺成接待。早晨，多謝晒。11月區議會選舉之前，好多人都分析區議會只係負責地區嘅工作，喺中央頻頻送大禮之下，經濟稍見起色，失業率喺8月開始由歷史高位8.7%下降。所以估計7·1效應唔會出現，咁但係結果就有1809票。相信呢一點咧都係有意料之外嘅情況。輸喺邊度？咁啊，如果要講嘅，我會7·1有一定嘅影響。我而家睇落嚟嘅情況係咪？民建聯淪為今次嘅大輸家，眾多政黨之中，佢哋派出最多人參選，咁但係206人之中就只有62人當選，得勝率30%。咁主席曾鈺成要辭去黨主席嘅職位，佢承認自己喺23條嘅立場上面判斷失誤。咁如果係有好多市民對於呢件事幹係有保留或者甚至話反對嘅呢，我相信佢哋係出於被誤導。咁我想喺呢度呢説明呢，我哋係無意表示話市民上街呢係受誤導嚟到上街嘅。當時我自己本人講出呢個講法呢，係主要係針對有個別呢有啲講法，即係對於23條條文嘅一啲講法呢，我哋覺得呢係誤解咗嗰個條文嘅內容。咁曾鈺成辭職之後，董建華宣布佢仍然可以留任行政會議。秘書長兼全國人大代表馬力接替主席職位之後，話暫時唔會加入行政會議，仲否認民建聯係保皇黨。即係個心地好啊！即係我哋係即係政府解釋得唔清楚，或者政府唔出嚟解釋，咁我哋就覺得啊，政府呢個做法都啱喎，於是我哋替政府解釋。相比之下，民主派受惠於7·1效應，攞到歷來最多嘅議席。民主黨派120人角逐，95人當選，當選率達到9%，連7·1後至成立嘅公民起動都有60%人勝出。民主黨主席楊森預期賽果有助佢哋04年立法會選舉。民主派乘勝追擊，要求取消區議會所有委任議席，又促請政府盡快檢討政制發展。咁希望即係佢哋早啲進行呢個政制檢討，同埋希望我哋0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董建華12月到北京述職，總理溫家寶就提醒香港人，最重要的是一國兩制，是基本法，是港人治港。我們觀察香港問題，研討香港的工作，都不能離開這些基本的原則。新華社又引述國家主席胡錦濤話：政制必須要按基本法規定，從香港實際情況循序漸進發展。咁但係民主派對政改嘅期望就仍然高漲。喺呢個時候，新華社再引述內地4位法律專家蕭慧雲、許崇德、吳建帆同埋夏勇話：香港嘅政制發展涉及中央同埋特區嘅關係，改變特首同立法會嘅選舉方法，唔完全係香港嘅內部事務。我的意見呢，我已經給中央來判斷。那香港人可以自己做出決定嗎？那不是獨立了嗎？年尾，行政長官按區議會條例委任102個區議員，係法律容許嘅上限。有民選區議員不滿委任制度，聲言會杯葛委任議員。政府就強調，80%獲委任人士冇政黨背景，政府係量才而用。亦都唔排除啲市民，因為當日係放假啦，有啲人係當係一種活動咁去參加嘅。貫穿整個03年，問責制繼續受到質疑。律政司喺尋求2個獨立法律界人士意見之後，年底決定唔告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偷步買車。咁理由係表面證供雖然成立，但係冇合理嘅定罪機會。主要嚟講呢，我哋唔能夠證明呢梁先生喺買車嘅時候係為咗避稅而買車，即係其實嗰個關鍵就係咪佢為買車而買車啊，因為避稅而買車咧？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大律師公會接受律政司嘅解釋，但係亦有法律界人士反對。譬如有個人去偷錢咁你問佢點解偷錢啊？咁佢話因為我屋企我太太就嚟生啦，冇錢開飯。咁唔係等於咧佢冇一個犯罪嘅意圖，只係代表佢有一個咁樣嘅，佢認為係合理嘅理據。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就拒絕公開全部證供同埋獨立大律師嘅意見。佢話咁做等同公審梁錦松。3月6日，傳媒揭發梁錦松喺年初預算案公佈前個幾月買咗架名貴房車，引起軒然大波。我想指出呢，喺2月嘅時候呢，我哋先係作出決定調整呢個汽車首次登記稅。事後睇嚟呢，我當時應該係避嫌，唔應該喺稅項可能調整之前去買車。但我的確咧係有呢個實際嘅需要買車呢，就係完全唔係為咗避稅嘅。為咗表白呢一點呢，佢仲將稅款差額嘅2倍，即係38萬，捐俾慈善團體。車價嘅差額呢，各位好。不過公眾仍然窮追猛打，咁喺壓力下，梁錦松辭職，但係董建華挽留。但係我亦相信呢個係一個無心之失嚟。我亦都完全接受行政長官嘅結論，作為主要官員，呢個行為極不恰當。特首更加發公開信，指梁錦松辭職顯示佢有高尚嘅情操。3月中，廉署喺政黨投訴之後介入調查。7月15號，廉署將報告交俾律政司。16號，梁錦松再次請辭，同日獲得接納。喺8月，特首委任做緊工商科技局局長嘅唐英年做財政司司長。咁喺社會瀰漫住對政府不滿嘅情緒下，唐英年將梁錦松定下06至07年嘅滅赤目標押後。我係定落咗新嘅目標，喺2008至到9年度達至收支平衡。但係大學開支仍然要減。11月初，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同8間大學校長表示，05到08年度大學資助可能要大幅減30%。大學生強烈不滿，
理大學生會率先宣布要罷課。會唔會因為你罷課，財政司司長就話會放水喉呢？咁最好係咁啦，係嘛？如果係咁，我都會參加去罷課添。雖然李國章成功勸服大學生唔好罷課，但係兩位問責局長就撥款減幅嘅問題上語調就好唔一致。我係已經訂立咗一個5年削減11%嘅目標。佢呢個風圖作出點樣嘅分配呢？呢個當然係李局長有最後嘅決定權啦。咁其後政府決定04至05年資助要削減13%，8間大學05至08年嘅資助仲會再減。不過立法會兩大政黨民主黨同民建聯就反對04至05年度撥款嘅申請，政府被逼臨時撤回。民建聯仲被指有意改變以往保皇作風，但佢哋就話一向反對減教育經費。我哋去法庭有得交代㗎啦嚇。退休大法官黃建秋接替胡紅玉做平機會主席，好快亦引起一場風波。首先係傳媒披露佢一方面攞長俸，一邊又攞平機會主席嘅薪酬，享受雙重福利。3日後，候任行動科總監余仲賢炮轟黃建秋無理解僱。究竟係佢個人作出係解僱，抑或係所有嘅委員呢係通過一次討論然之後解僱呢？更有報道指黃建秋退休前住喺富商送俾個女嘅豪宅度，又曾經收受富商送嘅機票。喺重重壓力下，黃建秋終於宣布辭職。我為服務社會嘅善意，換來對我家人嘅嚴重傷害，最後被離棄嘅感覺，使我懷疑我嘅堅持係咪最有需要？事後又傳出黃建秋辭職之前一晚見過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同平機會委員鄔惠容。會上仲有人曾經建議將抹黑前主席胡紅玉嘅內容寫入辭職聲明。根本我喺嗰件事討論嘅時候，我係唔喺個現場，我係行開咗一部分。失憶可以係一種解答啦，可以係答你嘅方法，你都冇我符嘅，法庭都冇我符嘅，但係我唔選擇用失憶呢個問題去答你。對於炒余仲賢有冇違反程序，新任平機會主席朱楊柏如就話：喺佢出任委員時，委員只係授權黃建秋處理余仲賢嘅合約，唔知道會解僱佢。好不幸地係主席係冇同到委員呢係有任何嘅交代關於呢一個嘅決定嘅。朱楊柏如係前社署副處長，獲委任之後停止領取長俸，並且話會調查余仲賢事件。沙士之後，政府推出連串措施為香港沖起。8月初，政府透過足總邀請皇家馬德里來港作賽，並且承諾包底，上限1000萬。但係4萬張門票，足總只係攞咗16000張出嚟公開發售，11000幾張飛係內部認購同預留俾足總。喺未公開發售之前，內部認購嘅波飛已經出現喺網上拍賣。而公開發售嘅門票就要市民大熱天時排幾日隊輪候。唔得現代化咯，啲電腦又冇用，啲上網又冇用，都唔知我嚟做乜。即係啲科技冇乜用咯。事後足總道歉，足總又話為咗回饋社會，唔收200萬主辦費，政府只需要包底82萬。繼皇馬事件之後，又有維港巨星會。首先係壓軸演出嘅滾石樂隊唔嚟又嚟。原來直至演出之前唔夠1個月，政府同滾石只係有協議冇合約。滾石樂隊係即係成個王牌嚟㗎嘛，即係點可能你咁大肆宣傳，但係原來你冇一個合約在手，未係成事嘅。多場演出入座率都好低。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承認宣傳不足。而負責巨星會嘅耀亞國際就欠缺經驗。原來耀亞成立只有4個月，不過耀亞母公司發言人就話宣傳唔係佢哋責任。
我哋負嘅責任呢係冇嘅，因為我哋係請外國嘅演唱，即係我哋同外國嘅演唱家、演出者去 negotiate 咯。入座率陸續有改善，滾石壓軸演出嗰2晚平均入座率達到70%，但係始終政府冇公佈到整體嘅入座率，最後政府要包底嘅數字剛好係原先承諾嘅1億。特首已經委任2位法律界同會計界人士調查事件。另外，城市發展同環保嘅衝突再次浮現，政府係咪尊重法治，亦都受到質疑。如果佢哋繼續填海，而我唔出票嘅呢，我就會跳落海。喺7月，高等法院裁定部分灣仔、銅鑼灣填海工程違反保護海港條例，需要檢討。徐嘉慎認為中環填海工程亦應受判決所規限，咁政府唔應該喺上訴未有結果前繼續中環填海。徐嘉慎入稟法院申請暫緩令，政府決定停工，但就強調每日大約要賠100萬俾承建商。其後保護海港協會申請暫緩令敗訴，政府繼續喺中環填海。本人做呢件事從來未有過私人利益，係為咗公家公眾利益，亦都因為咁呢受到好多無理據嘅個人攻擊，咁都算啦，都捱咗8年啦。但係今次做到呢，要向本人嘅家人，同埋尤其是上下90歲嘅家母嘅人身安全。以事件峰回路轉，徐嘉慎突然喺電台節目度話收到恐嚇信，危及自己同家人，即時辭去主席職位。城規會就灣仔填海工程上訴終審庭，12月中審結，但就押後宣判。徐嘉慎話：如果敗訴，就再冇基礎打官司，唔會繼續中環3期填海嘅訴訟。另外，公屋居民控告房委會租金高於租戶入息中位數10%規定。喺8月，高等法院裁定居民勝訴，要求房委會即時檢討租金，並且將租金定返喺居民入息中位數1成或以下。但房委會向法庭申請暫緩檢討租金，法官反對，但係就同意喺房委會上訴有結果之前，就唔使即刻減租或者退租俾受影響嘅54萬戶居民。居民就引致嗰個期望係達唔到呢，亦都係引致一啲不必要嘅一啲行動啦，或者係使到而家居民嘅嗰個爭取嘅行動呢會激化都唔定。租金水平呢，我哋仲要顧及好多嘢嘅，唔係淨係顧及到嗰個中位數嘅問題嚇。當然我哋仲要顧及呢，譬如話啲位置啊，即係社會上嗰個情況啊，我哋財政嘅狀況啊等等嘅。跟住係過去1年一啲市民比較關心嘅新聞。講咗成個鐘，好似負面嘅新聞多啲。不過我就始終相信香港人最叻就係靈活應變、逆境求存，始終都可以化危為機。咁喺送舊迎新之際呢，不如回顧一下過去1年另一啲值得我哋回味嘅新聞，並且祝願香港明天會更好。